以斯帖记第5章，以斯帖办道请王甲哈曼。第3日，以斯帖穿王后的礼服，徛伫王宫的内庭，面向王宫。迄时，王伫王宫内坐伫伊的王位，面向王宫的门。王看到王后以斯帖徛伫亭里，就对以斯帖施温，将手中的金管向伊伸出，伊就进前摸金管的头。王对伊讲：“王后以斯帖，你有甚物代志？要求甚物？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会互你。”以斯帖讲：“王若看做好，请王甲哈曼今仔日来赴我为着王设的宴席。”王听以斯帖的话，调哈曼赶紧来。王甲哈曼就去赴以斯帖的宴席。伫酒宴的中间，王阁对以斯帖讲：“你爱甚物，我会互你；你要求甚物，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互你。”以斯帖应讲：“我的请求是安尼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，王欢喜允准我的请求，就请王甲哈曼明仔日搁来赴我为着恁准备的宴席。迄时，我才回答王我所要求的。”哈曼计谋要害死末底改。迄日，哈曼欢喜爽快离开宴会，毋过看到末底改伫王宫的门口无徛起来，无对伊表示一丝仔敬意，就对末底改非常生气。哈曼家己勉强论地，倒去伊的厝。伊派人叫伊的朋友甲伊的某舍利斯来，对因展家己的荣华富贵甲真侪惊疑，以及王的提拔，互伊比所有的人神甲领袖较悬。哈曼阁讲：“王后以斯帖干焦请王甲我去赴伊的宴席，明仔载我要阁甲王做伙去互伊请。毋过我特别看到犹太人末底改坐伫王宫的门口，这一切就对我拢无意义。”伊的某舍利斯甲伊的朋友甲伊讲，着做一个22公尺悬的叉架，明仔早起，你求王将末底改吊伫迄顶面，然后就通欢欢喜喜甲王做伙去赴宴席。哈曼看这个意见真好，就叫人做叉架。